大家好，我係 Kiki。嗱，今集咧係同大家啦嚟到呢個超大嘅金灣高爾夫呢個球場呢度咧，介紹翻一個環境超靚嘅樓盤俾翻大家嘅，就係保利天和啦。嗱，喺翻呢邊嘅話咧，南邊咧就望住呢一個咧136萬平方嘅一個高爾夫國際級嘅球場啦，而北面嘅話咧就可以面對住出邊178萬平方嘅超大金湖濕地公園啦。除此之外嘅話咧，周邊嘅配套好似航空新城呢啲咧，亦都係可以滿足得到你噶吓。所以話咧喺呢邊無論係配套啦，定係環境啊，整體都係俾到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升級體驗俾到大家噶。喺呢度居住真係超級舒服啊！所以咧之前咧講最高價錢嘅時候咧，係講到賣到25006呢個單價嘅，但係目前咧最低嘅單價居然17000，你就可以喺度攞得低，仲有係精裝現樓添，係咪非常之正咧？嗱，事不宜遲，依家即刻帶大家過去實體樓裏邊睇下樓。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嗱，我依家咧就嚟到實地嘅呢個位置啦。目前咧就喺度賣緊呢個3期同埋4期嘅高層嘅。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得到咧，佢非常之宏偉嘅大門口啊！整體嘅小區品質咧，亦都淨係通過呢個門口，亦都可以睇到非常之清楚啦。嗱，咁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4期嘅高層嚟嘅。咁啊，轉頭會帶大家咧上翻喺呢個實體樓呢邊咧，睇翻2個大單位。咁啊，分別係122同埋140嘅。咁啊，另外喺翻3期呢邊嘅話咧，亦都會有住一個細單位嚟嘅95平方，同埋呢個105咧就會喺翻呢邊嘅。咁啊，今期咧帶大家睇咗個大單位先。如果有興趣了解翻細單位嘅話咧，係可以問我攞翻更加多嘅資訊嘅吓。OK， 我哋而家上去實體樓呢邊啊。OK， 先嚟睇呢個咧係一個大單位嚟嘅140平方嘅。咁呢度嘅話，你都可以見得到一個交樓標準嘅吓。嗱，精裝現樓啊，但係對於精裝嚟計咧，呢度嘅一個交樓標準咧，肯定係比出邊啲更加之靚仔啊。首先呢一個咧超重嘅一個防火實木大門啦，咁啊跟住嘅話咧，呢邊一個咧玄關鞋櫃、儲物櫃亦都係幫你做好晒噶啦。OK， 嗱，講翻嚟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客廳嘅位置啦。嗱，上邊中央冷氣啊，亦都係呢個交樓標準嚟噶，做好晒噶啦。嗱，成個廳係非常之闊落啊！除此之外，出翻嚟呢個露台會更加之驚喜，露台亦都係超級大嘅，啱啱好咧就可以匹配得到咧呢一個完全無遮擋嘅景觀啦。不過今日天氣咧就麻麻地，大家可能會睇到即係感覺一般啦嚇。但而事實上喺呢度望翻出去嘅話咧，成個視野係非常之廣闊嘅。首先你可以面對到呢個一線嘅金湖濕地公園嘅景觀啦，再遠啲嘅話咧，亦都係可以望得到海景嘅喎。嗱，咁我依家咧淨係喺呢個14樓嘅啫，咁啊14樓嘅話咧望翻出去都可以望得到海景，所以如果再高啲嘅話咧，整體嘅視野就會更加之靚仔啦。嗱，咁啊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啦，南北通透嘅一個戶型嚟嘅，雖然咧就冇做到一個雙露台，咁但係咧餐廳呢邊嘅話打開翻個窗嘅話咧，成個對流嘅效果係絕對擺咗喺度噶吓。嗱，呢邊就係一個廚房啦，當然所有嘅硬裝就係你攞到手嘅呢個交樓標準嚟噶啦。OK， 嗱，過翻嚟呢邊嘅話咧，就會有4間房嘅位置嘅。咁首先咧，呢個就係第一個細房先啦。咁啊，繼而過翻嚟呢邊嘅話，呢個房就係可以啦，連通到呢個露台嘅呢個房間嚟嘅。咁啊，俾翻長者居住咧，整體呢個採光同埋個通風就會更加之好啦。嗱，呢邊就係一個做咗乾濕分離嘅客廁嘅位置嘅。OK， 嗱，另外過翻嚟呢兩邊嘅話咧，就會有第3個客房同埋呢一個主人房喺翻呢邊嘅。咁啊，有一樣嘢咧，必須同大家講咧，就係嗱，除咗呢度啲原裝佢唔係交樓標準之外啦，你哋而家見得到全部都係呢個交標嚟啦。咁當然你揾我買樓嘅話咧，我係會將全屋嘅家私電器，包括原裝都係送翻晒俾你嘅，咁啊可以一步到位拎包入住啦嚇。嗱，咁啊主人房呢度望得到個景觀咧，同我哋啱先嘅客廳望翻出去係一樣嘅，亦都係可以面對到呢個濕地公園啦，同埋呢個海景㗎。嗱，咁轉翻過嚟咧，就會有個超大嘅衣帽間啦。嗱，連呢個衣帽間啲衣櫃啊，都係呢個交樓標準嚟㗎。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如果唔係你做翻呢啲定製嘅話咧，整個成本價都唔低啊。OK， 嗱，入翻去就係一個做到乾濕分離嘅呢個套廁嘅位置啦。
嗱，呢個咧就係140平方嘅大單位嚟嘅，咁啊另外嘅話咧，仲有個122平方做咗一個大橫廳嘅一個單邊位，我覺得會更加之靚仔，跟我過嚟睇埋。嗱，我個人感覺呢個122呢個性價比會更加之高啊嚇，面積細啲，總價又低啲，加上咧單邊位呢度咧仲係可以免費送咗個等於一個入戶花園俾到你嚇。咁同樣地喺呢邊咧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咁啊過多個説話我就唔再講啦，主要同大家講下呢邊嘅一個戶型啦。呢個122嘅話做咗呢個咧接近8米嘅一個大橫廳，所以入到嚟嘅話咧，成個空間感就會更加之強烈啦。就連出邊呢一個露台啊，亦都係同呢一個大橫廳一樣咁大㗎嚇。咁啊喺呢邊嘅話咧，就係都一線視野嚟嘅，都係可以望得到呢一個咧金湖濕地公園嘅喺翻呢邊。嗱咁啊270度嘅呢一個景觀嚟㗎。不過今日天氣真係麻麻地，大家可能 feel 唔到。嗱，如果好天嘅話咧，我係十分之建議大家過嚟現場實地呢邊去考察一下，感受一下呢度嘅一個環境嘅。OK， 嗱咁啊依家跟住攝影師嘅腳步啦，去睇下廚房啦、洗手間啦，同埋每一個房間嘅呢個位置啦。咁啊另外亦都同大家講下啦，咁啊其實喺翻咧保利天和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佢整體嘅環境係真係非常之好，加上呢度係打造咗咧講緊係236萬平方嘅高爾夫大城啊嚇。嗱，如果你北面望過去咧，就可以見到呢一個高爾夫啦。咁啊另外南面望過去咧，就係我哋啱先講到嘅呢個金湖濕地公園，係講緊178萬平方啊，係咪超大先？嗱咁啊，另外咧喺翻呢邊咧，亦都係自身配建到6萬平方嘅商業配套嘅。咁啊，仲有咧航空新城嘅呢個行政配套啦、商業配套啦，咁啊好似一啲星級酒店啦、市民藝術中心、產業服務中心、文化中心呢啲咧等等，全部都喺齊度噶啦。仲有咧學校方面嘅話嘅師資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其實整體嘅配套加埋呢度嘅交樓標準同埋整體嘅一個環境嚟計嘅話咧，呢度依家講緊最低嘅價錢咧，就係賣緊17000嘅呢一個單價，係真係非常之抵啊嚇！之前最高峰嘅時候講緊係賣到25600嘅喎，咁依家相當於係平咗7-8千蚊一平方，咁所以呢個價錢對比起呢個環境係真係非常之抵入手啊嚇！所以好建議大家咧過嚟呢邊望一望先，加上呢度咧就近住呢個紅鶴大橋嘅啫，直接上去20分鐘可以直接接駁到港珠澳大橋啦，所以係非常之方便嘅。嗱，OK， 如果想要翻更加多嘅資料嘅話，歡迎撥打翻屏幕上方嘅電話攞翻更加多嘅資訊啊嚇！仲有其他啲面積戶型等緊你嚟了解。OK， 我係 Kiki， 我哋下期再見，拜拜。